好，来看下国内政治消息。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的结果公布啦，由立法委员蔡意如代表，以64.8%的支持度赢过了县议员黄永利，两个人差要到26%咧。蔡意如出面来感谢选民的支持嘛，对初选的对手来讲希望刷落来会当团结做伙。而且啦，这个黄永利嘛，真有风度，伊第一时间就表示接受这个结果。报一下。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确定由立委蔡友夫出战，心情真欢喜。黄议员他的政治的历程中，他跟陈明文委员事实上有非常深的渊源。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每一次的选举，那因为陈明文这3个字就会造成大家彼此的撕裂。我们希望黄议员事实上可以放下对陈明文委员的一些偏见那对手县议员黄永利发声，希望刷落来别个贴破面。黄永利第一时间嘛接受这个结果。我接受了这个选举的结果，未来爱嘉义的心永远不会变。嘉义县党内初选蔡友夫对决县议员黄永利战到一个坎站，今日透早公布结果，根据民调数据，蔡友夫摕下64.8135%的支持度，赢过黄永利38.1949%，两人相差26.61%。相关的提名作业会经由下礼拜的选对会来经过中执会后提名通过。黄荣利议员呢也提出相当很多一些政见。那这些政见呢，我想未来我在大选的时候，我也会把它当作未来我在大选的时候一些政见的一些参考。蔡友夫除了做过3届立委，嘛捌担任民进党党团书记长。在2013年时，32岁就争取民进党上少年的县市党部主委。这摆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县长，敢有法度顺利接棒县长王忠良的重担？大家拢等咧看。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